来继续来看劳动部抢救青年的失业率，要来投入将近95亿，要鼓励青年就业。针对15岁到29岁失业超过半年的青年，若是有来问头路了后，若伫3个月来找到头路，而且做超过3个月者，就会当领到一条3万块的奖金。 找工作真正真困难，一毕业就失业，对着刚出社会人来讲，头一个面对的考验。为了抢救青年失业率，劳动部投入将近95亿，提出一连串的补助方案，针对15到29岁失业超过半冬的青年，透过咨询伫3个月来求职成功，而且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，都有3万的就业的奖励金。另外，在职青年进修，每一个人每3冬嘛有7万块的补助。 头一次求职的大学毕业生参加人才训练计划，会使摕到80%的补助训练费，上悬是10万。失业超过半冬的青年，嘛会协助推荐到事业单位进行3个月职场体验，每个月也有23100的津贴。种种的就业方案积极启动，希望每冬会当增加1万的就业机会。目标是伫4冬内，让青年失业率对8.47%降到7.4%以下。种种的措施到底是治标也是治本，就看是毋是有明显的成效。